嘛，你若搁啉是会酒醉哦。醉？醉惊什么？嗯？你若醉，夫人伊就会怪罪你啊。伊啊，伊袂管我，伊关心的人已经离开啊。杨庆，来，咱莫管，陪我干一杯，来。施主啊，那阮袂晓啉酒啦。嗯？袂晓啉，来。唔爱啦，人袂晓啉啦。乖，杜环，乖。你当遮啉酒，是条工要做轻功的行动，我看心。什么？轻功？我轻功？哼！今日声问我丧精灵，这种行为，这毋是轻功心。讲，你讲，你讲啊！哼，真亲热的模样。你敢对得起我？你讲，你对得起我无？啊？讲啊！小弟。施主啊，你毋是爱我陪你啉酒？来啊，紧来。香啊！我爱你，但是你的心全部伫祖建的身上，我更加恨祖建。你夺去伊的心，我绝对不会了你。玉里金带金，祖家，祖家。你家，你家，你家，祖家。紧来，处长，忙去阿开一下，紧来。三更半暝啊，安尼是啥物体统？阮才袂甲你开。哎呀，我有要紧的代志，得要甲你讲啊，忙紧开咧啦，会用的啦。哈，你唔会问我？哼。啊，你哪有跳人啊？嘘，安尼面子袂起，去互幼祥看着。你吃，你来讲啥物啦？我要来讲一阵歹消息。歹消息？咱得要离开啊！你要甲我离开？嗯。阮阿爹叫我明仔载陪伴伊去拍啦，都要等3天才会转来呢。嗯。3天啊，着我想偌久咧？哼，3天还阁无算久啊！我感觉真久，迄3天我毋知要安怎样过。咪姐。我惊我无伫咧厝内底吼，你一定会足无看，所以我早一物件要来送你做纪念。物件要送我？是啊。啥物件？这，你看，玉里金带锦。是，玉里金带锦。你摕喺身躯边的，你敢会困就去梦见着我？你日时若看着伊？就像会想着我，你若有啥物心事，你会用甲伊讲；你有啥物委屈，你也会用甲伊讲。永远都是陪伴伫你身躯边，一家宝就唔离开你啊！金带金。
主见，公公虽然无立你为世主，但毋过自从你来到林子，伊阁真封你5,000户。现在你已经是万户后啊，荣华富贵是享用不尽。我希望你毋通互公公失望，你应该振作起来，勤益国事啊！我知影，你莫阁讲。你既然知影，是安怎你阁咧想伊？主见，你敢知影你为着伊做啥物代志，你拢无真实？若是安尼落去，是会毁灭你家己。我敢是甲你讲过，我的代志你较莫瞎管。主见，过去虽然我的姐夫对不起你，但过我并无毋对。我对你安怎，你心肝内总应该明白。这几年来，你著是天拍的心，你嘛应该爱落软。是安怎你？莫阁讲。主见，我已经有信任了。关总，我无害死你死，我无害死你死，我无害死你。你是怎样？关总，关总长，关总要我逃命啊！王爷，关两重也毋是你害死，伊要哪会来向你讨命呢？我明白。我创我的天下30多年，杀人无数，罪孽深重，我已经无求了。王爷，子桓，你先出去者，我要甲你王母讲几句话。是。王爷，王爷，王妃，咱4个后生当中，我最疼、最爱就是子建。偏偏子建不争气，使我死不瞑目。王爷，自己的本性是无爱做官，这嘛免去怪伊。自从我入主藩，为世主了后，感觉真后悔。敢是我选错了唔对心？王爷，老实讲，妾身也是每日伫咧思念子建这个囡仔，不如你着出旨叫伊倒转来好。也好，我叫伊子建倒转，一来。见我最后一个面，二来，我要废掉子桓，立子建为世主。因为对伊之心，
对袂好，互伊甲出件紧。兄弟，若是依照你的才华甲抱负，如果若将我在此，未免太可惜了。优秀，我坦白甲你讲，我现在真惊倒转去业啥？你是行去见着真夫人，祖建，你千万袂使倒转业啥？杨主婆，我想要单独甲叶华讲几句话。是，若咧下官就固定。祖建，我阻止你倒转业啥是有原因的。现在王爷病重在床，大权是朝廷主犯的手中，你若是倒转去，伊一定袂放你煞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甲真密的代志，伊拢知影。伊心肝内一定有妒恨，既然有妒恨，伊敢要放你煞死？你讲，我的大哥是安怎知影我甲袂遮的代志？我的大哥心肝内的妒恨是安怎你会知呢？你讲，你讲啊！我爱明表。我讲着我讲嘛，你甲真密的代志，拢是我甲大哥讲的，安尼你明白袂？对，我怕你这个盗口盗舌，我怕你弄毒的倒去，我怕你无情无义。祖建，若无斗分啊，就无爱，多巧多死的为关怀。绿水为青无情意，骗痴心啊，为谁来？你如此的行为哦，太卑鄙，规情为爱全是啊！损害别人，我为你起，还阁会妄言啊，将遗弃。祖建，你竟然咧用这种态度来对待，也毋过你竟然甲弄是秘密。当初我怀疑就是你，果然无错就是你。我拢是为着你好。我希望主犯会通劝进你，阻止你毋通愈陷愈深。你为什么无要替伊后生？你这个坏做法，害到伊袂食，在我的大哥面头前，伊永远就举袂起头啊！还是自作自受，罪有应得。翠娥，你好卑鄙！当初做到就我毋通做世主，你来将我甲你遮的秘密再甲我的大哥讲，
你这样做，这个假情假意，来阻挡我唔通倒转来入城。我做主家，偏偏要倒转去，我绝对袂听你的话。你倒转去，我愿意一个人留倒来啉酒，等大囡仔出世，我以后无要倒转夜死。做主家，总有一天你会后悔。我讲，苏麦，我是特地赶倒倒来要看我的父王的病，你相过我了去。秀爷，原来是奉了王爷的命令，在这所在把守。若是无王爷的旨意，任何人都不准进入。王爷，素琴哪袂要转来哩？主见大概倒转来。素琴，你这不老主，王爷，你较振作咧，主见无一定已经入城。素琴，父王，子建一向是真孝顺，伊一定会转来。素琴，秀爷，你若是敢搁再大声叫，就休怪下官剑下无情啊！你，苏阿姨，林主佑一是奉朝袂惊，你是安怎无伊入府？为什么你也唔肯通报一声？你这到底是啥物机心呢？我跟你讲，这就是亡命啊！哼，什么亡命？这分明是你想要迫害王爷，意图谋反，对不对？你是敢搁再胡计讲，我就要爱你的命！哼，你，就是。用酒啊！王爷归天了。